哪儿在响？这怎么有个手机啊？喂，你好。喂，请问是你捡到我手机了吗？啊，我在这儿是看到有个手机，是你的呀？啊，你在那等着我，马上过来。啊，好。哎，这地儿都不问我在哪儿，都挂了。是你捡到我手机的吗？这是你的手机啊？啊，行吧，给你吧，没事，我走了。等一下，咋了？我这昨天刚买的手机，9000块钱，现在你看屏幕破成这样子，怎么用啊？赶紧赔钱。不是啥意思啊？你手机屏幕碎了，你怨到我头上来了？这就是你跟我两个人，你摸了我手机，不是你摔的，是谁摔的？赶紧赔钱，别那么废话。不是，我好心还在这儿等着你来拿手机啊！你屏幕碎了怪我是不是？你手机自己丢了是不是？那这么硬的地板是吧？碎了你能怨得到我头上来吗？再一个啊，你打完电话你地址都不问，手机丢在哪儿了？啪叽啊，5分钟不到的时间你就直接过来了。我这深度怀疑你是不是在旁边哪个角落盯着呢啊？就故意想找别人茬啊，讹人呀啊！你会不会说话呀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手机如果不赔的话，你就别想在这里过。别想走是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讹上我了是吧？什么叫讹上你？会不会说话呀？来，你把手机拿过来，我看一下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手机是怎么摔碎的啊！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像这种人该治吗？